離開藤蔓橋之後，就坐大約半個鐘頭嘅巴士，就到第二個行程大埔藝峽坐遊覽船。落車之後呢，就先過對面馬路，沿住祖谷溪向左手邊行。行入呢一棟建築物，入到去呢，首先食咗餐先，因為天氣實在太凍，好想食翻啲熱食。咁因為食完蕎麥麵冇耐，所以我就揀咗平時唔太食嘅咖喱豬扒飯。咖喱飯嘅味道就非常之麻麻，個咖喱汁呢就好似平時喺超市買嗰啲現成咖喱轉，味道唔辣，啲汁呢又調到好結，入口呢就有好多一嚿嚿未散開嘅口感。對於本身都唔太好咖喱嘅我呢，就非常之唔中意，而且呢個飯仲係暖暖地，食完仲覺得更加凍。S 先生點嘅鰻魚飯就不過不失，鰻魚唔似係新鮮魚，味道就正常啦。食完飯呢，就首先去買船飛先，買飛需要填一啲資料，跟住個 sample 填就得啦，然後呢，就俾錢。而家呢，一個大人已經要1500 yen 啦。買完飛就去隔離度行下，睇下啲土產，但係呢就唔太吸引，所以我哋就直接去搭遊覽船啦。喺左手邊嘅樓梯落下一層，要經過走廊行落去峽谷。當由室內去到室外嘅時候呢，就有種好似平時打機準備去冒險闖關嘅探險感覺啊！行到最底呢，就見到準備要搭嘅遊覽船。坐船呢係要着救生衣嘅。遊覽船唔係定時起航，只要有人上船就會開。當日我哋搭嘅遊覽船呢，只係得5個人同埋船夫。搭船嘅時候呢，天氣仲要變好咗，啲水流又唔急，船頂就冇冚布，視野呢可以更加廣闊咁樣欣賞風景。大埔藝小埔藝係一條長約8公里，由橫貫4個山地嘅吉野川激流，經歷咗2億至到1億年沖積而成嘅沿岸溪谷，以兩岸溪谷猶如大理石雕刻般嘅獨特景觀而出名。而大埔藝呢個名係嚟自日文，意思即係大步行起嚟就好危險。下游嘅小埔藝就係小步行，亦都好危險。兩旁嘅岩石呢，就好似大理石咁樣嘅灰白色調為主，係其中一種我好中意嘅顏色。呢啲岩石喺陽光照射底下呢，仲會呈現一種好柔和嘅美感，加上清澈嘅溪水，兩岸嘅紅葉，微風呢混合咗吉野川同埋樹木嘅味道，係一程五官都得到享受嘅船程，好放鬆，好舒服。當中最深印象嘅岩石呢，就係呢塊獅子石。遊覽船一程呢，大約30分鐘，船夫會一邊撐船一邊介紹。本來我就對呢個遊覽船冇太大興趣，因為網上面睇過啲相同埋影片呢，都覺得唔太吸引。日本有好多景點都有得坐遊覽船啦，反而呢，我係好想坐橡皮艇玩激流嘅方式呢嚟參觀大小埔藝。但係親身體驗過之後呢，我就覺得點解要嚟坐一次嘅，特別係呢個紅葉嘅季節啊！我中意嘅顏色，我中意嘅人煙稀少，再加上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呢程船呢可以達到放空、遠離煩囂都市，享受大自然嘅嗰種舒服，即係舒服到呢差啲瞓着。遊覽船呢係全年無休，但遇上水位暴漲呢，遊覽船係會暫停嘅。坐完遊覽船，我哋就行返去大埔藝站。
途經一個會介紹日本鬼怪嘅景點妖怪屋敷，但係適逢星期二係休息日，我哋就參觀唔到啦。再前啲就有大埔藝郵局，仲俾我揾到前幾日好後悔冇買嘅叮當飯盒袋啊，即買啊！到而家我都仲有用佢嘅。當行到大埔藝橋嘅時候就見到酒店嘅接駁車已經到咗啦，所以就9秒9跑落去攞行李上車。另外，我都推薦大家去參加一啲祖谷一日團嚟遊覽祖谷地區，咁可以點對點遊覽，唔使去走啲巴士時間。咁喺16年嗰陣只係揾到一個由亞波池田出發嘅團，但係呢個團12月至到3月係唔開嘅，所以我哋就冇辦法參加啦。而家就再多咗由高松出發嘅祖谷一日團，但行程嘅內容、模式同埋價錢都各有不同。大家可以因應住宿地點啦，或者想要嘅行程內容去揀。咁喺2023年嘅時候，三好市就新增咗一個參觀祖谷地區嘅方法，就係可以租電動單車。但係對於平時冇做開運動嘅我嚟講呢個方法我係唔會試嘅。喺祖谷地區嘅嗰啲山路都真係唔易踩嘅。咁如果自問係一個單車好手，或者真係中意更加自由，亦都有能力有體力去踩單車行山路嘅話咁呢個方法亦都不失為一個好嘅方法，而且個價錢亦都唔算貴。立ち回る